咱三甲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6章34节到44节。耶稣上岸，看见一大群人，就可怜因，因为因亲像无牧者的羊，伊就教示因真侪项事。时间已经真晚，门徒我来甲伊讲，这个所在真偏僻。时间嘛真晚啦，请甲因解散，互因去附近的乡村庄舍，家己买物件食。耶稣应讲：“恁互因食。”门徒问讲：“阮着去买200个囡仔的饼互因食哦？”耶稣讲：“恁有偌济饼？去看卖咧。”因看了就讲：“有5个。”嘛有2尾鱼，耶稣吩咐门徒，甲众人分组，互因坐伫青翠的草坡。众人就一组一组坐落去，有的100个，有的50个。后来耶稣摕迄5个饼甲2尾鱼，向天感谢，擘开。摕互门徒去分互众人，伊佮将迄2尾鱼分互众人，大家拢食到饱。门徒捡食剩的饼屑仔，甲鱼屑仔，满12篮。食饼的简单查甫人就有5000。圣经以上，下面。咱的主牧师、蔡牧师，伊所要传讲上帝话信息是耶稣的新约第2讲，5个饼2尾鱼，5个饼2尾鱼。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咱的教会经历104天，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咱离开咱的教会礼拜堂，来到有那是奉上帝名所设立的真理大学，咱伫遮三甲要甲大家做伙来想这个信念，就是耶稣用5块饼、2尾鱼，互5000人食饱。这个信念可能是圣经中间上界受注意的信念，因为伊是唯一4本福音书拢总记载的信念。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耶稣所行的信念，咱来统计起来，拢总有35个，但总是只有5块饼、2尾鱼，这个信念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所以耶稣行这个信念，伊确实有真美好的功课，要值得咱来了解甲学习。今仔因为咱是全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组织，所以牧师讲道会用台语甲华语做伙南咧讲，毋望所有的人拢会当听有，拢会当了解。伫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联教会，已经经历104天。阮回顾过去的年日，阮真正是领受主你所享受丰盛的恩典，主阮当自己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阮也要学了你，因为你是至圣的上帝，是享受丰盛恩典的主宰，也是疼阮的天父上帝。主阮当也要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明白你的心意。阮恳求主。你亲自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互你的话来透放阮，
互阮得到自由，明白你的心意，也授予阮气力，互阮将你的话实行出来，来荣光你的名。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拄则有讲过，这五块饼两尾鱼的新粒，应该是上界受人注意的新粒，最受人家注意的神迹之一。因为在4本的福音书当中，都记载了，都收录了这个5饼2鱼的神迹。那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个神迹，一起来思考几个比较重要的信息。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新粒为什么有这个新粒发生？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分享5个关键5个关键点，咱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关键，咱来注意，这个新粒是发生第一遍的危机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咱看这段经文讲，傍晚的时候，就是下雨的时阵，门徒来见耶稣，对耶稣讲，因为咱知影一开始这段经文是讲耶稣看见这群人在跟对伊这群人在跟随他，好像没有牧者的羊群，亲像无牧者的羊群同款。所以耶稣对因讲真侪道理，但是这个时阵，突然间天暗伊的门徒就来建议讲，天晚了，这里又是偏僻的地方，请叫大家散开，让他们自己到附近的村庄买食物吃。天已经暗遐尼侪人，咱来替因准备煮食是无可能的，所以请耶稣将因四散，互因家己食家己去附近的庄舍找物件食。所以咱明白，这个新粒的发生是因为一个危机一个问题。天暗食饭的时间到无可能伫第一时间准备遐尼侪食物，互这群人食。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危机。牧师爱大家注意，有时候神迹常常是在危机的时候产生的。咱顶回咧讲，顶礼拜咧讲，迦纳婚宴的新粒，耶稣将水变做酒的新粒，嘛是出现伫一个危机。所以咱来明白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不可能拢一帆风顺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有人生就是安尼起起沉沉，有时悬有时低。但总是咱来明白，如果咱的一生拢是一帆风顺咱可能会失去真侪经历上帝恩典的机会。咱看见着，咱的生命有时会光明，有时也拄着黑暗。有时就是拄着这个天暗的时阵，危机来临的时阵，这时阵来我们看下一章。这时阵咱唔通讲我拄着这款的代志，我有够凄惨，唔是安尼。咱反倒应该爱伫咱的心内来宣告讲这是我领受上帝，这是我领受上帝恩典的机会。安尼危机才会变得转机转机才会变成为神机。这是第一点，咱来学习的。第二项，咱看见到门徒建议耶稣，门徒建议耶稣说，让群众散去，和群众散去，家己负责家己暗顿。这可能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耶稣真显然无同意安尼。咱来注意伫遮耶稣无讲我来互因食，耶稣没有说我来让他们吃耶稣是把这个问题回转去使徒迄边讲，恁互因食，你们给他们吃。
因为咱来明白，这个时阵吼，门徒抑阁无明白耶稣基督的能力，但是耶稣基督互因一个使命，因为这个使命吼，互因体验到这个神力。耶稣爱明白吼，使命是促成这个神力发生的一个关键。因为咱的使命，所以咱应该会当参与伫这个神力中间。咱知有一句广告词安尼讲：人因为梦想来伟大，人因梦想而伟大。一个有使命、有梦想的人，会因为梦想甲使命，互生命更加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咱来明白安尼，一个有使命的人，会改变伊的生命。咱看见着圣经中间，圣经里面。摩西原本就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伊逃去旷野的所在，伫遐变做一个流浪失志的牧者。但是因为上帝给伊一个呼召，神给他一个呼召，让他从一个失意的牧羊人，变成做一个国家的领袖。所以因为回应这个呼召，伊的生命变做无同款。咱伫历史上嘛有真侪即款案例，譬如讲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恩博士、马丁路德金恩牧师，伊看到伊的同胞叫别人歧视、叫别人侮辱，伊感觉这无公平，伊相信上帝的心意毋是安尼，所以勇敢做梦，他勇敢做梦，他领受上帝的呼召。伫真出名的演说中间讲，我有一个梦。伊讲伊梦见着白人甲黑人的囡仔手牵手伫遐做伙佚佗。伊梦见着迄个公平正义临在伫伊的国家，他梦见公平正义临在他的国家，而且伊接受上帝呼召，为着争取黑人的民权，伊努力打拼。甚至牺牲伊的性命，但是因为他的牺牲，他回应这个呼召，所以伊的民望渐渐实现。所以即马连优秀人种会当做美国的总统，是因为伊甲一群人做伙做这个民望，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这个人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改变伊国家，甚至改变世界的历史甲命运。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感觉你的生命软弱，你的生命欠缺，无需要互你一贴的荣耀。一贴的荣耀就是安那，你爱去接受上帝呼召，参与伫一寡事工，去关心一寡人。透过安尼，你的生命会得到翻转。当然，有一寡人讲，牧师，我现在是很软弱了，我根本都，我连自己都顾袂好啊，我较有可能去顾别人。那如果你若存这款的心志，咱继续来看，看这件代志安怎发生，伊会互咱安怎的鼓励。我们来看第三样，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那咱要脱离迄个欠缺活出丰盛、有存的生命。咱得爱看咱有啥物款的文书，咱得将伊奉献出来。咱看记着耶稣讲，伊这门徒来讲，我无可能用200个银仔去买这个饼，互这个人食饱嘛吼。200个银仔是偌济？一个银子大概是当时一个工人的工资啦。所以你若去算即马啦，一个工人一工赚1000块200个银仔就是偌济20万啦，所以迄一笔真大额的钱嘛。所以咱看见着后来耶稣互人食饱了，因去点迄个人数，干大查甫的都5000人，那加上妇女跟孩子，可能超过1万人，所以迄是一笔真大的数目。但是耶稣讲，恁既然无法度摕200个银仔的饼，200个银仔去买饼来互这人食饱，
安尼你算我恁有偌济？结果前一章吼，结果因去算了吼，有5块饼2尾鱼啊。啊，如果咱若看约翰福音书，咱知影讲这是啥物人奉献咧？一个细汉囡仔嘛，摕5个大麦饼，甲两尾鱼脯，5个大麦饼，大麦饼吼是当时阵上界送香的人才会食的物件，所以一个囡仔伊的奉献啊。耶稣可能问讲：你去查看有偌济饼？叫人因遮门徒可能问讲：啊，恁中间有炸饼的，有炸鱼的，请摕出来。叫那一个囡仔，可能伊戆戆啊，摕来头前，摕互因。咱来理解哦，咱圣经无描述迄个情形，但是咱来理解，这囡仔是真送香的家庭，因为摕大麦饼，毋是迄个小麦饼，大麦饼。然后伊可能将伊的这物件献出来了，可能伊今仔日暗顿就免食，但是伊就是安尼来献出来。这咱看出一个真理啦，耶稣袂去勉强咱摕咱无的啦，咱都无200个牛仔的饼，但是咱敢无5块饼2尾鱼吗？只要5块饼2尾鱼，耶稣伫耶稣的手中都有够啊！而且咱嘛爱明白一件代志，那这个囡仔无摕饼，耶稣照耶稣的能力，敢会当互5000人拢食饱？当然嘛是会使，但是耶稣爱咱参与，爱咱参与伫这个过程中间，咱去体验迄个心力，才会当更较清楚、更较明白。耶稣互门徒、互这个细囝来参与伫这个心力中间。互伊明白讲，如果你若愿意献出你有诶，检查是担保，但是伫耶稣基督的手中，都会当互所有诶人拢食饱，阁有剩。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可能去思考讲，我生命是遐尼软弱，我无200个牛仔的饼去养起遐尼济人，但总是咱生命中间嘛是有5块饼2尾鱼嘛。如果你若愿意奉献你的文书，互上帝来用，我相信上帝就要使用你来成做真侪人的祝福。咱生命会有一个规律，就是圣经中间所讲的，互人的比甲人体更较有福气，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所以，如果咱的生命若要经历真正的丰盛，请你检视你生命中间有诶，来摕出来，互上帝用。你若活踮伫不断去服侍别人诶状况中间，你会充满丰盛诶喜乐。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愿意将你有诶付出甲献上，亲像这个新约同款，上帝就要互咱看见着伊的能力伫咱中间运行。接下来，咱要看第4项。接下来，耶稣做一件真特殊的代志，他吩咐门徒，叫群众一组一组坐伫青翠的草坡。咱来注意哦，这个人坐伫青翠的草坡，我去看注解册有的注解是若讲青翠的草坡是说象征即马是春天啦，但是咱来注意哦，青翠的草坡其实咧讲另外一件代志，因为咱若看来下一章，咱看头起头起经文讲，耶稣看见即群人就动了恻隐之心啊，怜悯的心，因为因亲像无牧者羊群啊，但是。咱即摆看因去用带到倒位，青翠的草坡。咱来想起这一首诗篇23篇对无？耶和华是咱的牧者，伊要引带咱到迄个青翠的草坡，去到迄个安静会当休困的水边。即摆即群人，因枵饿，无法度拄着心灵甲肉体的饱足，即群。无牧者羊群已经去用引带到这个青翠的草坡，要得到饱足。
因为这个细囝伊放的五块饼两尾鱼，这群人、这群羊群已经要得到饱足。耶稣要求因一组一组坐咧，这个一组吼，这是用这个做事人吼，伊咧种菜的时阵，将五谷吼甲菜色一抓一抓要种伫这个好土顶面。这群人已经被种伫这个好土顶面，因的生命要得到改变，因为领受这个鱼甲饼的这个灌压，这个新力。相信因经历过这款的新力了后，因的生命完全无同款。因的心被拍开，因明白耶稣基督真正是超越世间万王的王，万神的神。好，亲爱兄弟姊妹，因愿意顺服一排一排坐咧，听候耶稣要分享的这个分享的这个鱼甲饼，这是因愿意顺服啊。所以当咱拄着困苦艰难的时阵，千万唔通埋怨，唔通互迄个苦毒来包围咱，来攻击咱的性命。反倒当咱静静听候上帝，学习顺服的功课，相信听咱上帝，伊伫时刻中间拢来掌管。咱最后来看最后一个关键，咱看见着耶稣提起五块饼两尾鱼，这是一个细囝的奉献。伊夜目望天，感谢上帝，然后将饼掰开，分予门徒，门徒搁分予其他的人。圣经中间安尼记载，讲大家拢食，而且拢食饱，而且门徒将剩来这个饼油啊、甲鱼丝啊，来整理起来，拢总底满12个拿。食饱的人数，简单查甫人都有5000。咱看起着顺服的结果，就是互群众搁一摆体验着丰盛的恩典，而且唔单单是丰盛，每项拢食饱，搁有剩啊。但是咱来注意，耶稣是安怎饲饱因呢？耶稣是先祝福了8饼，分予门徒，门徒搁将饼搁分出去。我相信其他人摕到饼的，拢搁分出去。所以咱看见着富足的生命是饱足的生命，是由不断的分享所产生的。每一项拢食饱，而且搁有剩12拿的物件，会当成做分享的材料。有一句话安尼讲：分摊会重大，分外会轻；分享会疼，加倍济。咱要有富足的人生，毋是讲家己的懒条条，接受家己的一切，无愿意分享。相对你若学习会当放手分享，咱会得到加倍祝福。今仔咱若去以色列佚佗，即马伫上传耶稣，互5000人食饱，用5块饼两尾鱼，互5000人食饱。迄个所在有起一个礼拜堂，这是一个细细礼拜堂。咱看后一张，礼拜堂厅无偌大，伫即个礼拜堂厅的圣餐桌下面有一个马赛克。咱看后一张，这是即个建筑师伊真特别的设计。咱看见着伊用马赛克，也有做一个图样这是咱看到两尾鱼对无？啊，迄个篮内底有几个饼？几个饼？4个饼。啊，搁一个饼走去倒？搁一个饼伫你的手中。即摆即个饼放伫你的手中，你敢愿意将伊掰起来，分予边仔的人？互每一项拢食饱，你也得到富足的生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看到这个图，咱来想到上帝予咱的恩典有安尼啊大。如果你若愿意将你所有的，减使是真少，只有5块饼两尾鱼，你若愿意将伊掰开，分予别人，互上帝来运用。伊所成的成就是咱无法度想象的。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
这个查某囡仔，伊翕这张相的时阵是6岁，伊叫做凯撒琳。有一天，伊伫因厝里咧看电视，因老母伫厨房咧煮饭。这凯撒琳看电视吼，突然间因妈妈听着讲伊咧算迄数字啦，算1、2、3、4、1、2、3、4，一直算，算到30的时阵吼，突然这凯撒琳拢哎一声，拢开始哭。因老母讲：奇怪，发生什么款的代志？赶快跑出来看凯撒琳到底发生什么事。叫伊看到凯撒琳咧看一个电视节目，这个电视节目咧报道，伫非洲每一冬有80万人，80万的囡仔，因为疟疾啦哈，疟疾就是蚊仔咧传染的蚊子传染的一种疾病哈，马拉利亚哈，疟疾。因为疟疾来死亡，所以算的吼，迄电视节目来讲，平均每30秒吼，都有一个儿童会死去。所以伫遐算，从1数到30，伊讲一个非洲的囡仔死去啊。所以拢哀一声，嘛为着这个非洲的囡仔感觉艰苦，伊妈妈就来安慰，讲咱做伙来想看有啥物办法无？叫伊阁继续看这个节目，讲如果若会当奉献10块美金，有一个机构会当帮助因买迄个网达、蚊帐送去遐，会当保护一寡囡仔的性命。所以这凯撒琳吼，心中就做一个决定，伊要来因的妈妈讲，伊妈妈想讲这电视看了就煞。但是过无偌久，学校所拍电话来，老师来讲，恁兜是发生啥物问题？为什么凯撒琳吼，迄个点心钱无缴？吼，妈妈就感觉讲，最近凯撒琳足奇怪，暗顿拢食特别济啦，要食有较饱的吼，第2天去学校免食点心，因为伊较了解讲，原来伊要将这点心的钱欠起来买网达。伊妈妈嘛感觉真感动，就讲：咱来想看有啥物办法，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帮助凯撒琳多募一点钱。结果，凯撒琳就将伊的佚佗物件摕出来洗洗，假日的时阵摆伫因兜头前做跳蚤市场，互人来买，就写一张迄个 poster 讲我这是要来救这个非洲的囡仔义卖。迄物件无法度卖足侪钱嘛到后来真侪人替伊想办法，连教会牧师嘛起来拜访，讲足感动，听着讲这囡仔为着要募款尼来教会咱来演一出剧凯撒琳就叫伊的小弟甲小弟的同学面来抹黑黑做非洲的囡仔伊的爸爸妈妈甲牧师就做帮要去订这个。这个囡仔凯撒琳就摕一个网达出来砍咧，这个剧就演了。但是虽然真短但是大家感觉真感动。讲一个细汉囡仔6岁尔，伊愿意做这款的代志，大家都奉献。后来伊就摕这10块美金去买一个天道迄个有一个机构专门咧关心这代志的来讲你若买10个天道阮会当颁一个证书互你。伊就搁去欠，搁去欠到尾买10个天道这机构来讲，你已经捐10个天道所以10个网达啦10个网达所以阮今来送去一个所在迄搭拢总有550户你有10个迄个网达会当伫迄个所在。凯撒琳当然心肝总欢喜但是伊听到迄550户，伊讲阮来送10个尔。搁剩的安尼囡仔要安怎？伊就想到足艰苦的就开始搁要去募款。伊后来感觉讲，奉献10个即个网达会当得到一张证书伊想讲，我最爱得到这个证书，别人一定有真爱。即摆我若去募款，有人捐入来我就画一张证书互伊。所以前一张你看前一张伊伫遐咧画迄个证书啦画了伊就写批去
互伊捌的人吼。啊，伊知影吼，全世界上较有钱的是啥物人？比尔盖茨嘛吼。伊就寄一张证书吼，啊写一张批去，但比尔盖茨讲吼，非洲的囡仔吼需要钱去买网搭，啊听伊讲钱拢伫你遐，啊所以吼，拜托你奉献一寡吼，叫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为着伊即张批吼，奉献300万美金来关心即件代志，爱佫叫真侪遮出名的人。伊就是一个细汉囡仔做即款的代志，吼，就开始做。啊，伊家己无的吼，伊到伊10岁的时阵已经无6万块的美金，吼，会当救吼几6万的遮儿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着即个故事，就讲即个囡仔，一个6岁的囡仔，伊会当做即款的代志。伊知影家己的能力真少，但是伊知。伊愿意去做，上帝来成就，就真侪人因为伊来得到真大真大的祝福。牧师深深相信，上帝要伫即个世代兴起咱中间的每一位人、每一位兄弟姊妹，咱若愿意奉献咱家己所有的，也愿意顺服伫上帝指示的人，上帝要兴起咱，成做真侪人、真侪人的祝福。咱看见着即个5块饼2尾鱼的新量，后来够剩10年呐。今仔日咱上联教会，我相信剩的毋干那10年呐。咱应该透过咱教会的帮衬，互真侪需要的人得到祝福，也透过咱每一个人的奉献，真真正正来满足上帝的心意。这是牧师对大家的勉励，期待咱伫104档开始。过去是安尼，咱继续亲像过去的前辈同款，继续来关心这世界需要的来，奉献咱的5块饼、5块饼2尾鱼，成做真侪人、真侪人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阮过去的日子中间。你享受丰盛的恩典，互阮，互阮毋甘单食饱，阁有剩。主，我们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阮也恳求主你继续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会当奉献阮本身来成就你的心意，来荣光你，祝福人。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